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咱咧讲台南迎妈祖米奇也有，字面的意思是讲因为家老咧什么款的鸡仔都有，啊那鸡仔的鸡对当音就是即字奇怪的奇，代表讲什么奇奇怪怪的代志都有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即一日就是奇，果以奇第5条，奇代表讲无正常、无合理，或者是毋是定定看会到，咱讲奇怪、怪奇、稀奇，抑个有奇卡。另外，嘛会当直接讲好闲，咱讲好奇。另外，抑个有一个音读做徛，这毋是相数的数字，毋是字数680，含义的倍数，咱就讲是徛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2个词。头一个读做奇景，代表讲是特别奇异的景致。第2个词读做西徛，这是讲个人私卡会欠的有价值的物件，像讲钱、金仔。西徛有一个咱较罕的用的这个用法，就是讲秘密的意思。像讲细汉的时，老母常常甲阮讲伊的西徛话，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2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咱咧讲台南迎妈祖米奇也有，天骹的啥物奇奇怪怪代志都有。像讲有人甲西徛钱藏入咧一堵砖仔壁内底。结果等到后代甲壁讲掉，才发现讲内底有古早的纸票啊，正做一个奇景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奇，另外一个音读做徛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